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呢個系列嘅第5集。上一集我哋講到修行需要一種努力，但係忘我嘅狀態。咁呢一種努力會為我哋帶嚟咩改變呢？我哋對於改變嘅想象通常都係戲劇性嘅，好似開關掣咁，啪一聲由煩惱變到覺醒，由混亂變平靜。但係禪者的初心提醒我哋，真正嘅轉變通常都唔會打鑼打鼓嘅。書入面話，修行一段時間之後，你就會明白，想追求快速嘅進步係冇可能嘅。即使你再努力，進步都只會係一點一點咁樣累積。我好中意書入面呢個比喻，修行就好似行入霧入面，初行入去嘅時候，你唔會覺得濕，皮膚冇乜感覺，件衫都唔會濕。但係當你繼續行，越行越入，你就會發現啲霧氣一點一點咁樣滲入你嘅身體，頭髮開始有一層薄薄嘅水珠，衫就開始變重咗少少，呼吸之間都會感受到一份清涼。改變就係咁細緻，咁難以察覺噶啦。我哋生活喺節奏急速嘅香港，網絡世界乜嘢都要快、狠、準，就連設定目標嘅時候，我哋都想用最短嘅時間達成。但係修行呢條路呢，第一樣要學嘅就係戒急，戒目標為本。唔好成日問自己，我仲要練幾耐先有進展啊？點解我做咁耐都冇感覺嘅？放低對快嘅執着，接受過程嘅本身，咁樣霧氣先會喺你唔為意嘅時候，不知不覺咁樣浸透你嘅身心。所以我哋唔好為咗今日感覺唔到改變而覺得氣餒，改變可能正喺度慢慢咁發生。keep 住慢慢行，啲霧氣會慢慢滲入嚟。我哋下集再見。